你站着别动，那个车好像跟踪过我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十一，这回你怎么用？你在做什么？啊，没什么呀，我就去化了个妆，怎么样，美吗？对了，十一，你看我今天新晕染的眼影怎么样？是不是超自然的？哦，美吧？你眼睛有脏东西。那双眼皮贴，谢谢。你找我干嘛？今天没有训练啊？哦，我单曲出来了，还没有给别人看哦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好，走。真好听，我可以单曲循环听1年。听1年就不听了吗？不是啊，1年以后的话，你肯定就出新歌了吧？1年以后你肯定特别火，他们不是都说你条件好吗？到时候估计你的时间就很少了吧？反正董事长说了，我可以谈恋爱。只要公司答应了，就没那么麻烦。嘿嘿，公司不答应也没关系啊。公司不答应的话，就很严格的，根本见不到你，你也没办法见我。公司不答应的话呢，我就把你们公司买下来，嘿嘿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谈恋爱了吧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富豪的养女，很有钱的，嘿。那你以前呢？是什么呀？你一直希望我记起来，因为那些对你很重要。但是我梦到的都是一些零星的碎片。我已经拥有了比所有人都要长的过去，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。我要把过去那些通通打包送走。过去你是谁，过去我是谁，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此时此刻。果然啊，李雪琪，活了那么多年，还是会死在同一个男人手里。那我走了。你站着别动，那个车好像跟踪过我，我过去看一下。你没事吧？受伤没？没事儿，一点小伤。受伤了还那么高兴？因为你没事儿呀。哈哈哈哈。
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没有受伤吧？哦，没事儿，一点小伤。去医院吧。不用去医院，小伤而已，自己包扎就好了。嗯，走。你干什么？顾十一，今天换做我在这里，我绝对不会让雪姬受伤。以后我不会了。李哲走了吗？我让他走了，哦，以后别这样了，哪样啊？不要再做这种让自己受伤的蠢事。那我该做什么呀？待在原地，不要受伤，不要生病，不要难过，不要移情别恋。剩下的时间交给我。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强大，但我有了想守护的东西，我会不一样的。嗯，我会的。我醒来的时候，你还会在这里吗？我保证，你醒来的时候能看到我。醒了。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特别能睡，而且还睡得特别熟。睡得安稳的话是好事儿啊。人呢，就是要在该死去的时候，潇洒的去死。就这样，你来到这里就好，我自己进去。好久不见，请坐。走。
16年了吧？是啊，我也老了，也记不清具体时间了。但这16年来，我每一天都记得很清楚。16年了，你也长成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了。被爸爸的朋友认养了，带到国外去长大的。那你今天突然来看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记得当年你说过，你会恨我们这些做警察的一辈子的。当年我还小，完全没有办法理解，为什么你们就停止调查了，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说的话。想当年，我亲眼看见我母亲在我面前被杀害。没有办法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想要深入调查这个案件。你等着。这个案件也一直是我心上的一个结。人无缘无故死了，伤口只有注射器那么一个小孔，但是市面上又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致死的现象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才成了一个悬案。可是你们不是查到指纹了吗？这就是这个案子最诡异的地方。现场除了你母亲和你，还有佣人的指纹。确实，在门把手上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指纹。比对的结果是，这个指纹的主人10年前就死亡了。受害者的死因没有查清，唯一有嫌犯的指纹却是一个死人的。无论是监控还是周边的排查，都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。这个案件当年在我们刑警大队也是让我们大家都吃不下睡不着，即使退休了，但也会经常想起的案件。诡异，太诡异了。那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找到这个案件新的线索呢？哼，怎么到我公司附近了？有些话家里说不方便，过来看看你。最近工作累吗？累，但我喜欢做。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还能赚钱，再好不过了。是啊，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能见自己想见的人，人生在世，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也会觉得了不起啊？哎呀，你跟在孤岛不一样了。你不也是吗？跟之前在孤岛的时候不太一样了。哼。哦，对了，嘉桦已经知道我的事儿了。然后呢？和你一样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也很惊讶，不敢相信。好在现在他已经慢慢接受了。啊，当时在孤岛的时候啊，是我人生最糟的日子。我妈得了抑郁症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前女友还跟别人跑了。我当时去孤岛是为了寻死，可当时你吓了我一跳，明明是跑进来救我，自己却溺水了。把你拉上来的时候啊，一点呼吸都没有了，我还特别伤心。
我还想把你厚葬了吧，结果第2天你醒了，我还以为诈尸呢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幸好你当时没把我厚葬啊！你要是把我烧了，我可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复活。没试过。那天我就决定了，如果那天不是我的结束，那就是开始。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那个人知道你的事儿了吗？还不知道，不过早晚会知道的吧。干杯。墨玉着中质地复起，光散入火。刘雪姬和堂妹刘玉涵齐击复火，传言刘雪姬百毒不侵。就送到这儿吧。我先走了，以后有机会再来拜访你。有什么需要，打电话给我。16年前该结束的事情，在我死之前，一定要结束。还会来看你呢。好，走。喂，小姐。喂，陶德，您说的那个事情，我派人去调查了。结果怎么样？对不起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，因为对方抹掉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监控录像。我知道了，有什么进展你马上告诉我吧。好的，小姐。监控录像带放到警方的匿名信箱。吴先生已经报了警，这件事情已经跟雪姬脱不了关系了。照片发给媒体。再这样下去，人都要死光了。这个兵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你们听说了吗？刘雪姬原来是个员外的女儿，后面她爹被陷害，一家人被追杀，才落难到咱们村来的。饭都吃不饱了，村子里的人都成那样了，你还关心她是哪家人？就是。你们没听说吗？书上都这样讲了，评书也这样说。说刘雪姬是个死而复生之人，她的血能包治百病，喝了还能长生不老呢。怎么可能？哪个大活人的血能治百病？说的可玄乎了。真的假的？可是，一开始我也不信呢，是她妹妹自己跟我说的，说她生病快死了，喝了她姐姐的血，复生了。你们想想，柳家惨案，血光之灾，她能躲得过？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有刘雪姬的血，我们就能得救了？莱恩山不过是一介书生，他能抵挡住几个人呢？与其大伙坐在这边等死，
如就将刘雪姬的血来给大家试试。要不杀了那个刘雪姬，回头没准上京还能领赏呢。像刘雪姬这样的怪物，谁遇到了不闹心呢？